月七係新款嚟嘅，佢記我吸啊，佢記我吸啊，查新嘅輝月七啊，每人兩盒，睇下邊個查到高卡位先。我哋首先一包一包拆先，睇出唔出到高卡位第一包，打唔開睇下先。咦，有高卡位喎，咩嚟嘅？睇下咩嚟先，係又有啊！再睇下普通嘅卡，有高卡位俾我睇下乜嘢先。動畫卡，一張8倍 UR， 一張真奇，一張動畫卡，仲有一啲角色。睇下第二包有啲咩先，一包啦就。呢個高卡位係呢張，係 UR 同8倍啤牌卡，係新嘅款嚟，因為8。我哋睇翻啱啱啲普通嘅卡先，有拆第三包，仲有一張動畫卡，有我最中意嘅角色喺入邊。我哋就有兩包一齊拆。小心，大家如果買嘅話，用鉸剪小心剪到手啊！有一張紙背嘅 LSR 打橫嘅動畫卡，我哋睇下先。又有一張啤牌卡，我都兩包拆。有一張8倍係 DJ。再睇下啲動畫卡先，有一張打橫，一張8倍同埋動畫卡。呢啲都係普通嘅卡，有一張8倍係 UR， 仲有多啲普卡，係兩包拆都係。仲有一張啤牌卡。兩張動畫卡，你連續幾多包拆？有一張 LSR 係環保嚟嘅，仲有多一張啤牌卡，係紫月嘅8倍，一張動畫卡。睇啲動畫卡先，兩張都係打直嘅。一張打直嘅動畫卡，一張打橫嘅動畫卡，仲有啲普卡，一張8倍 UR 嘅紫月，要最後一張啤牌卡啦，蘋果嘉怡，都係兩包咁樣拆。一張紙背同一張動畫卡，一張8倍同埋動畫卡。有一張啤牌卡係 PP 嚟嘅，有一張 LSR 蘋果嘉怡，兩張啤牌卡都係打直嘅，仲有一張8倍 UR 係蘋果嘉怡，仲有啲普卡。一張8倍同打橫嘅動畫卡，啱啱重複咗嘅 UR， 同埋打橫嘅動畫卡，有啤牌卡，睇咩角色先？仲有一張啤牌卡，睇啲普8倍同埋啤牌動畫卡。今次試下3包拆，睇出唔出高卡位。係攞張高卡位，哇！
一張百倍又重複，一張打橫嘅動畫卡，一張打直嘅動畫卡，有一張啤牌卡，重複咗嘅，仲有一張百倍 QR， 仲有多一張百倍 QR 真奇，一張紙杯同埋打橫嘅動畫卡，一張紙杯都係一張打橫嘅動畫卡，打橫，一張啤牌卡同埋打直嘅動畫卡，仲有多一張動畫卡，有好多鋪卡啊！真係紫月嘅啤牌卡，人手拆一包試下，睇下出唔出。又係 LSR 嘅蘋果嘉怡，一張 LSR 嘅呢張，有一張睇女啲動畫卡，打橫嘅動畫卡有兩張，動畫卡都係有一張動畫卡，兩包卡。有一張紙杯同埋一張啤牌卡，仲有多一張百倍。大家幫我睇下係蘋果麗麗嘅，係油油嘅 LSR 動畫卡都係打直嘅動畫卡，太多鋪卡啦真係。一張啤牌卡同埋一張動畫卡，有一張紙杯，係 LSR 嘅 PP， 呢張嘅啤牌卡係，仲有一啲動畫卡，真奇，一張動畫卡係打直嘅，3包啦。一張打橫嘅動畫卡，一張啤牌卡，咩嚟噶？好靚啊！呢張應該係高卡位，仲有一張動畫卡，仲有有標嘅紙杯啊！3包連續兩張好卡啊！你哋睇下都係紫月噶，仲要一張有標噶，一張油油嘅啤牌卡。如果你想要好卡嘅話，你就睇下啲重量。如果重啲嘅話，呢邊就有多啲好卡。仲有一張啤牌卡、動畫卡，仲有包，仲有一張動畫卡，都係鋪卡啊！好似3包咁齊，即係會唔會出好卡咧？打直嘅動畫卡，睇下有冇好卡先。咁啊，你先拆第二盒，唔使啦，我都拆咗一啲啦。你拆第二盒噶，仲有一張 LSR， 再睇啲4包，都跌咗。呢張冇重複過，但係呢張就重複咗，都係百倍嚟嘅。一張紙杯同埋動畫卡，啲動畫卡係打橫嘅，有一張啤牌卡同埋動畫卡，一張紙杯，一張動畫卡，一張啤牌，一張動畫，仲有兩張打直嘅。睇到啲 LSR， 呢啲都係普卡大筆嚟嘅。兩張都未見過嘅，幫我睇呢啲啤牌卡乜嘢？一張打橫嘅動畫卡，3張打直嘅動畫卡，睇會唔會出咗啲有高卡位嘅？一張啤牌卡係瑞龍嚟嘅，仲有一張。點解會中一張紙杯有標嘅咧？冇，不過都有紙杯，一張動畫卡，一包拆，未有嘅 LSR 動畫卡，
係蘋果嘉義嘅啤牌卡，仲有動畫卡，仲有支鋪卡，一張白貝。第一包睇下我哋3包拆，睇會唔會好似之前咁好重？中2張號卡，嗰隻嘅動畫卡，白貝，跟住就幾多包茶？3包，睇下都就冇咯喎，仲有4包，睇出唔出高卡位先？冇高卡位。一張白貝，呢沓卡住咗嘅，仲有隻就睇個卡住咗呢沓先。多嗰張動畫卡，每一張白貝又有，仲有一張打橫嘅動畫卡，仲有多一張 LSR， 一張打橫嘅動畫卡，一張動畫卡牌，一張動畫，好多鋪卡啊！真係。睇下啲動畫卡先，張打直嘅動畫卡，打橫嘅動畫卡。咁我睇呢張白貝乜嘢？哦，啤牌卡碎龍，你睇下係咪都係連續3包茶？又有高卡位啦喎，大家睇下，仲有一張白貝。動畫卡，打橫嘅動畫卡，一啲鋪卡，一張打橫嘅動畫卡，一張啤牌卡，睇下有冇多一張高卡位先，都係打橫嘅動畫卡，有一張啤牌卡，一張啤牌卡。仲有多一張啤牌卡，呢張幾多包？仲有好多鋪卡，張啤牌，蘋果嘉義，人手層，一張動畫卡，睇下有冇高卡位先，冇標嘅紙貝，不過係又有嘅 LSR， 仲有一張動畫卡。鋪卡，再睇下有冇多一張有標嘅先，一張高卡位，一張動畫卡，LSR， 仲有一張 LSR， 同埋一張動畫卡，同埋有好多嘅鋪卡。最後2包啦，拆埋佢先。一張卡仲有冇標？一張啤牌卡，一張動畫卡，希望有標啦，最後啦，冇標嘅。好，希望會有一張有標啦。有一張 LSR 白貝，乜嘢？仲有一張啤牌卡，係 PP 嘅，一張動畫卡，一張，仲有一張打橫嘅動畫卡，一張啤牌卡，仲有好多嘅鋪卡，都係一張打橫嘅動畫卡。我哋啲鋪卡加埋有咁大沓啊！我哋啲動畫卡都有好多，每一包入邊都有一張嘅動畫卡。最後我哋抽咗2盒，我就有呢3張嘅卡高卡位，又有佢環保，2張紙源，呢張係有標嘅罕有，呢3張都罕有，一張又有，一張環保 LSR。重複。
病卡。我哋刷完卡啦，我哋下集再見啦，記住 like 同埋 subscribe 啊，拜拜。